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初9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日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今日又果增加一个是，又果是台师大学生，昨有一个病例是酒店公关，政府也下令讲酒店甲舞厅拢爱先来停业。台师大教大已经有人染病，对4月初6到17，全校改做山顶教学，会变做全台湾头一间停课大学。世界卫生组织谭德赛乱讲咱台湾人家屁想，咱外交部除了甲指证以外，也要求伊爱甲台湾人会实的。今仔日伫国内又搁增加一个武汉肺炎确诊病例，这个个案是甲日前治病台师大学生住共间宿舍的人。这个个案本身无症状出现，是因为伊有接触过病例进行采检的时阵才甲伊验出来的。另外，伫个昨昏有一个病例是酒店的查甫公关，疫情指挥中心在今仔日也宣布讲，对今仔日开始，酒店甲舞厅拢爱先来停业。国内阁新增加一个武汉肺炎本土确诊病例，第380例，伊是进前台师大确诊的查甫大学生，第322例，住伫共宿舍的人，伊本身并无症状，毋过因为住伫共一个宿舍内底，确诊了后去互列做接触者，伫咧3月30开始进行居家隔离，4月初6由卫生单位安排采检了后，伫咧今仔日初9确诊。接触者的部分我会都尽量宽列，但是都会做有，比如说自主健康管理，或是说有卫生单位去做一个关怀。指挥中心表示，这个群聚事件目前照也未接触者总共有448个人，而且采检24个人，目前还有3个人伫咧检验当中。到目前为止，国内确诊病例数量已经380人，5个人死亡。虽然国内死亡率甲其他国家比起来是较低，是0.132%，毋过这几天世界疫情也搁继续伫拖，状况是真严重。台湾无放零的本钱。换句话说，它等于是一个传播的范围，已经超过在 SARS 的时候的200倍。那严重度造成死亡的也有100倍。另外一件当地疫情调查本土确诊个案第379例，外界传讲伊是台北市一个酒店的公关小姐，为着加强防疫，指挥中心宣布自即马开始，全台湾的酒店甲舞厅全面暂停营业，毋过夜店 KTV 也是会当营业，但是要保持社交距离。379案的。好，那目前来讲，其实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资讯的系统，那足迹是还蛮清楚的哈。那相关的框列，那当我们下去框列，如果有一些还是查不到的，我们也不排除来公布。若是高雄迄个到金巴的舞厅消费的对象，确诊了对1月底热日起负压隔离病房已经77天，因为几落个检验拢维持伫咧较弱的阳性。指挥中心表示，这个对象体内病毒反应已经增加，不过也是无法度证实病毒无传染力，所以也是会维持3届采检阴性了后，才会当解除隔离出院。记者综合报道。台湾师范大学教大有2位武汉肺炎的感染者，那照教育部规定已经达到停课标准。台师大也变作是国内头一间全校停课的大学。台师大也宣布讲，对初6到17拢改做是线顶的教学。另外，大学申请入学的第2阶段申请，台师大也宣布改做是书面资料审查。武汉肺炎的疫情伫学校继续伫拖，台师大证实学校内底出现第2个学生确诊。伊是甲3月31日第一个个案住伫共一个宿舍的人，嘛是台湾头一间出现2例确诊个案的大学。我们发现疑似的时候，事实上我们就先把它移出寝室，就到校外去，做一个居家的。先做一个隔离的动作。3月30号，这位同学就已经居家隔离了。那往后算14天是有在4月17号范围内的，所以我们是觉得，目前远距教学到4月17号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学校内底佫出现确诊病例，互台师大毋敢放零。除了伫咧清明连假已经全面大消毒，嘛照教育部规定，学校出现2个人确诊，就全面停课，毋过无停学。老师甲学生拄初6到17开始改换实施远距离教学，实验活动嘛照常来办，避免群聚。28日了后，会佫看疫情的状况，决定讲敢是要维持远距离授课。若是4月中的申请入学第2阶段真试作业，嘛照教联会的应变机制决定全面改做书面审查。差不多会有1800外报名考试的学生受到影响。前面改书审呢，当然它少掉一些面试的成分，但是联招会在做一个决定的时候，那他已经做好最好的考量了，所以我想在目前的改变之下，应该是还是一个公平的制度。学
学校内底确诊人数增加，特殊台紧急伫咧教学甲申请日校的作业来应变。若是附近的台大是紧急伫咧面册发表声明讲，已经向特殊台摕到第2例确诊学生的接触者名单，而且会受到管制，暂时袂当入来台大学校内底。记者综合报道。针对着5月初1劳动节连续假期，疫情指挥中心拍算备用停车场会当停偌济台车来做景点的人数管制，夜市也会实行单出入口的制度。真侪业者表示讲，因一定会配合，不过业者也烦恼讲，这个所在敢会被当作是疫区呢？餐车杀出去进前先详细消毒，饶好街夜市会当为准备要做生意，为了防疫，饶好街夜市主题会这礼拜开始会当互单位一边买6片催暗，就算防疫过几个人嘛是一直减少，连续假期的人比过去拜6礼拜较少。政府也不用担心这个夜市的时候人潮过多拥挤的现象了，应该是不会有这个问题的。但是没关系啦，时好时坏嘛，坏的时候大家共体时艰。针对政府计划夜市用高级的出入口管制，团商表示一定配合防疫，但是夜市的行仔济还佫需要经风到3天才有可能落实。另外，嘛有风景区提早部署，东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宣布，对今麦开始减少一半的车位。台东林管处嘛管制，伫本森林游乐园一天敢若开放1000人入场。原先是3000人，那我们降为1/3。不过人数若超过，要安怎即时引导游客离开，还佫需要相关配套。前一波清明连假就红发警告信息的台南好头比，园方就认为讲，其实园区有100公顷，停车场停满1万嘛，敢若1600人，这款管制亲像伤过严格。那其实用拥挤度来看，应该是用面积来这样的核算可能会比较符合实际。它有这个路口，有另外那边的路口，然后以中兴林场那边来讲，它有多个路口。你用停车场来管制，应该是效率不高了。面对防疫甲经济，业者进退两难，配合管制，各让游客更较少，甚至有业者访问讲，清明连假红发警告的景点，敢是着等同疫区？业者无奈嘛，希望外界对这个景点莫有无好印象。记者综合报道。买喙暗爱徛命的制度，对今仔开始是变做是2礼拜，囡仔人会当买10块，大人会当买9块。也因为真侪人会去药房买喙暗，药师工会也希望政府限制民众，若准去药局拢爱挂喙暗，甚至药局的柜台爱用假棒来防疫。药局门口一透早排甲真长，排队的人势几连。喙暗欠名侪找到起，民众买喙暗周期做调整，为1礼拜一摆改为2礼拜买一摆，而且大人的喙暗数量也为3片提悬到9片。不过有不少民众认为，国内喙暗日产量超过1000万片，每一个人的喙暗配给量应该搁增加。是有14片是更好，因为礼拜天还有2天要带啊。小朋友真的是没有，因为上课一定要讲话。第一天就把我用了5片，1天1片，但是会比较好的。如果上班日的话，我觉得最少可能来5片，可能差不多。药局排队买喙暗，过去规定需要按照身份证字号尾数单双号买，即马开始无分单双号，大家拢会当买，排队的人增加。药师工会全联会呼吁，为了降低感染风险，建议药局柜台应该装设透明隔板，还是塑胶布。阻挡喙暖手。接触民众最近的地方的收银台，要有像亚克力的防护罩，还是自己去选择做塑胶膜，可以避免感染。我们没有余力再去找一些亚克力的厂商，要求政府针对每个药局的一个不同的状况，来协助我们来做一个防护的动作。另外，这日起也开放民众寄喙暗予海外伫清顶亲友。不过前提是爱先伫经济部无药局官网线顶申请许可证，才会当向邮局还是快递公司交寄货品。2个月上侪30片，不过一度因为一例涌入伤侪笔的申请案，造成系统大宕机。部分民众等未到网络顺畅，选择亲自到国务局现场临柜办理。中到前至少有400人申请成功。经济部药局表示，经过取收，目前已经核发522件输出许可证。取得许可证的民众会当到邮局交寄邮件。记者综合报道。
美國總統川普是連續2天攏批評世界衛生組織較壓中國，而且面對着處理疫情是無半步，要切斷對 WHO 的金錢援助。不過 WHO 的秘書長譚德賽唔若叫川普唔通政治化，也甲台灣牽拖入來，批評台灣佇這3個月來對伊種族歧視，甚至講台灣人的外交部攏知說是唔處理。When as community people start to insult us, that's enough. That's enough. WHO 秘書長譚德賽喺日內話時間測備用3分鐘報關伊被種族歧視、人身攻擊3個月，佢點名這攻擊都是來自台灣。I don't care being called even Negro. I am. That's what came from some quarters. And if you want me to be specific, 3 months ago, this attack came from Taiwan. 譚德賽講到台灣是意外插曲，因為記者問明明就是伊安怎看待外界對伊個人的批評，尤其川普直接講伊偏心中國。結果伊回講 WHO 無被保證地帥氣，就講到台灣，愈講愈激動，甚至批評台灣外交部地政說無被插。Taiwan, the foreign ministry also, they know the campaign. They didn't dissociate themselves. They even started criticizing me in the middle of all that insult and slur. 譚德賽強調，若是這攻擊只針對伊個人，就算3年、30年、300年，伊攏應忍。毋過，不就非洲的社群絕對袂當吞忍。即馬應該關心的是全球超過6萬人感染新冠病毒死亡。WHO 只想要做對的代志，毋過川普無安尼想。So when he says politicizing, he's politicizing. That shouldn't be. But when you talk about politics, I can't believe he's talking about politics when look at the relationship they have to China. 川普反擊明明就是 WHO 新過度病毒袂當傳人，佢反對美國對中國禁航，明顯偏親中國無公平。佢指出美國當年贊助 WHO 的金額30億美金，去年個捐入的5億美金是中國10倍，一定要好好調查 WHO 決定是唔是要中斷援助。國務卿蓬佩奧為伊講話，表示 WHO 的表現確實不如預期，中國也應該互國內疫情公開透明。這嘛唔是替換譚德賽時機，聯合國秘書長也表態。It's the Secretary General's belief that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must be supported as it is absolutely critical to the world's efforts to win the war against COVID-19. 聯合國表示，即馬唔是減少 WHO 經費的時陣，毋過這小聽是唔是相對外界不滿也是未知數。CNN 就引用美國自由官員的講法，指 WHO 部分問題都出自因的領導。記者綜合報道。人講會做大大富貴，袂做大是大鬧虧。世界衛生組織的秘書長譚德賽記者會講台灣改屁想，咱的外交部也出聲甲譚德賽指正，要求譚德賽也甲台灣人會實力。咱的總統蔡英文也在面冊發文，邀請譚德賽來訪問台灣，親身感受台灣是安怎佇國際防歧視、防孤立之下，依然是堅持行向世界。咱的指揮官陳時中也講。開時間罵台灣，倒不如開時間向台灣合適。咱外交部也閣再宣布講，要捐600萬個喙罨予友邦加歐洲地區，也閣再捐100萬個予美國。世界衛生組織秘書長譚德賽拋回真名的 WHO 例行記者會，罕見的直接點名台灣，講這3個月來遭到台灣人人身攻擊加種族歧視，外交部對此大力反擊。不僅與事實不符，也對我國的政府跟人民造成嚴重的傷害，類此污蔑的行為極不負責。我國政府嚴正的要求譚賽德幹事長應該要立刻更正他毫無根據的指控，立即澄清，並且向我國道歉。總統蔡英文也喺面冊發文抗議，強調台灣當年被排除在國際組織外，被所有人攏知影被歧視甲孤立的滋味。蔡英文更加邀請譚德賽訪問台灣，感受台灣人民如何打拼佇遭受歧視甲孤立之中，堅持走向世界，貢獻國際社會。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陳時中認為，譚德賽1月底要壓大家莫限制甲中國的旅遊甲貿易，好加在台灣無聽得去，希望譚德賽加甲台灣合適。1月30號大家都聽這話，那我想很多國家都淪陷了。與其有時間來罵台灣哈，
不如花一点时间向台湾学习了。针对单铁赛的争议言论，几名美国国会议员也推文反击单铁赛，包括美国共和党参议员霍利伫推特批评爱单铁赛甲中共同谋。落台前，美国不应该给 WHO 一分钱。莱特也推文表示，对 WHO 就台湾排除伫疫情的讨论之外，感觉可惜。外交部也宣布各捐600万的催暗予友邦甲欧洲地区。美国受创最严重的州，还有拉丁美洲跟加勒比海地区的国家，新南向政策目标国家共是600万片的医疗口罩。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文感谢台湾捐200万片的催暗，认为台湾伫抗疫的透明度甲慷慨是世界典范。外交部启动第2波的国际援助，佮捐100万片的催暗，予美国疫情特别严重的州支援第一线医护人员。记者综合报道。讲到美国上界严重的纽约州，一日的死亡人数又搁出现上界悬的数字，779人，到达有149000多人感染。干那一个纽约州就超过世界第2严重的西班牙。纽约州长古莫也讲，社交距离的手段是真有效，病情有豆豆伫咧稳定，甚至是甲 ATP 网球球场以及着圣约翰教场改做是临时的病院。纽约州新冠病毒疫情真严重，过一天死亡人数连续2天创新高。The bad news isn't just bad. The bad news is actually terrible. Highest single-day death toll yet, 779 people. 目前纽约州累计死亡人数6268个人，已经是911恐怖攻击罹难者的2倍，确诊病例要到15万人，超过全球排名第2的西班牙。州长古莫指示全州降半旗来悼念死者，毋过嘛表示疫情已经有较好，全州新增加住院的人数明显降低，暂时救病。毋过嘛强调讲，这是落实社交距离规定的成果，短期以来未放弃这寡措施。波多黎各的资深急救护理人员冈萨雷兹甲伊的爸爸妈妈住伫纽约市，逐工上班若像咧作战，上侪捌一暝看过7200多通的紧急电话，对患者感染了后快速恶化，也佮有死亡的速度感觉真惊吓。纽约市长毕苏豪讲，疫情对西岸甲非岸民众的致死率较大，会针对这寡族群加强宣导。另外嘛，坦白讲，有食摆患者伫家己的厝内就死亡，嘛无接受过病毒体检，可能会变做官方疫情统计漏到的所在，未来会日去计算。为着要消除病床的压力，纽约市曼哈顿心脏地带圣约翰大教堂过去10天正在进行改革，准备要来做收治新型冠状病毒患者的野战病院。目前教堂已经收到400张的病床，已经设置56张。上近1礼拜第当开始收患者，由西奈山病院甲慈善机构撒玛利亚救援会支援。另外，美国棒球协会嘛，家伫咧纽约红校区比利金金棒球中心改建做临时病院，会当提供350张病床。就算讲疫情继续伫拖，伫咧社交距离的原则之下，也是有真侪纽约人怪袂调。伫咧天气真好的时阵，选择出门小运动轻松一下。记者综合报道。本地疫情控制了袂歹的新加坡，伫咧一礼拜内煞增加60%，初八一日就增加142人，而且这寡增加病例大部分拢是对外面来劳工。另外，伫咧日本，因初八又搁再增加515人感染，伫初九全国也超过5000人致病啊。日本政府公布部分城市的管制措施，平常时上班的时拢闹热滚滚的东京涩谷、浅草雷门商店街嘛变甲冷冷清清，互附近的民众感觉真袂惯势。伫咧九州福冈县的北九州市，因为防列入去管制地区，有学校直接取消开学典礼，由家长去学校伫户外甲老师领课本等等的物件。今も校庭行ってきたけど、やっぱちょっと異様だなとは感じました。やっぱここまで状態は深刻なのかなって。因为管制措施，互民众无法度踅街买物件，有的卖场会使讲是半停业的状态。毋过配送物流业生意算是好甲掠袂调，或者的司机真无用。ゆっくりご飯なんか食べてる暇はなく、これだけ忙しいのは初めてですね。根据日本 NHK 上新公布的数据，扣除进前全球公主号的乘客甲船员，日本武汉肺炎确诊的病例数已经超过5000人。另外，日本政府推出的外出管制措施，会甲部分的行业列入去掠外的範圍。日常生活を維持していただく上でですね、開いていかなきゃいけない授業、理美容もそれだと思いますし、ホームセンターも日常生活の必需品を
返するのに必要な事業だと思っております。不过，地方政府却有无同款的看法，而且讲中央要求定出管制名单的时间表，实在是伤迫。東京にとってはですね、2週間という時間を確認のための時間にはちょっときついんじゃないかと。最近新增加病例，日头增加，还佫有新加坡。初到为止，确诊的病例是1623个人，其中超过800多人是过去一礼拜到达新增加的病例，加权的幅度有6成。新增加的病例，佫是以外来移工占大多数，所以政府下令封锁外籍移工的宿舍，而且甲这移工隔离。不过有非政府组织认为，外籍移工宿舍的状况无好，佫甲人拢关做伙，可能会互疫情拖到袂收煞。另外，金融时报的分析嘛讲，有一段时间有控制好调了后，佫另外增加真侪确诊的人数，可能会牵着新加坡全国恢复正常的市场，互这个亚洲金融中心面对困难的处境。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疫情指挥中心宣布讲，酒店甲舞厅对今仔日开始先暂停营业。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表示，会照中央政府的命令办理，暗时会进行联合稽查。不过业者停业甲员工的损失，希望中央政府要有补偿的方案。台北市传出有一位酒店女公关确诊，这间酒店也通知台北市府暂停营业到2日。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无正面回应，却宣布即马开始酒店舞厅全面暂停营业。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指出，中央有命令都依法办理。既然中央有这样的规定，我们就会依照这个命令来办理。所以今天我们会做强力的稽查。如果依照传染病防治法做这样的处理，其实会造成停业之后，它其实是会有失业或者是无薪假补偿的部分。我们也认为说，不管是任何人，他其实都还是有生存的需求。根据商业处统计，台北市登记的酒店有72间，舞厅10间。除了酒店、舞厅，其他8大行业，亲像 KTV、三温暖，是不是用正常营业？黄珊珊指出，中央无硬性规定是不是爱实名制，也无相关法则，要等中央进一步公告。桃园94间酒店、舞厅停业，市长郑文灿也要联合稽查配合中央。即刻起由经发局、卫生局、建管处还有警察局、消防局等5个单位，成立联合稽查小组。我们会有定稽查计划，那要求这个舞厅跟酒店要按照中央的规定，那要停业。桃园市的联合稽查小组会实际确诊业者是否停业，佮要求相关2大行业配合中央防疫政策。不过台中市政府是先宣布，不止酒店、舞厅爱停业，其他8大行业也爱实名制。所以我们经过讨论以后，宣布从今天开始，我们台中市境内10大特种行业450家，只要在营业的消费的这些民众呢，也必须要实施实名制。台中市政府强调，为挂催安保持社交距离，甲一定容留人数，消费实名制者防疫罪犯会定出稽查准则甲处置基准，若是违法会罚3000到15000。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违反在家检疫的民众，到今阁有20件唔愿意立罚金，其中一个是新北市的查甫人，伊在检疫期间偷出去夜店甲人拍，落尾也互罚100万。想不到到今是找无伊的人，真也是限制伊出境，也甲伊的财产强制来执行立罚金。3月2日，伫台北市东区夜店当场，互警方临检查到一个30多岁、居家检疫姓黄的查甫人，所以互认定调工去人济密闭空间，当天就互重罚100万，而且强制安置。7天立钱的期限已经过啊，姓黄的查甫人共款无起立。新北市卫生局函送法务部行政执行署执行，执行署的人员去户籍地点煞找无人。我们的同仁也真的透过这个手机，他妈妈的手机跟医务人联系，医务人他是说，他真的缴不起这100万的一个罚款。执行署调查，这个姓黄的查甫人对108年到今出境14遍，检破已经有可能会盗窃执行，遂启动防盗机制，限制出境。随后若是阁无要纳钱，唔拿财产会互强制执行，阁较有可能会互具体管收。若是伫花莲，嘛有一家伙仔3个人对日本返来台湾，却伫居家检疫期间逃走出去陪帮，大家人拢罚10万，合计30万，嘛拢无纳。发现他们3人常年旅居日本。在国内没有涉及，也没有任何财产，而且近期有出境的计划，所以我们在收案当天就立即对他们办理限制出境。那也在昨天我们本分署会同卫生局的人员现场进行催缴。
但这评述的人员去因兜催因纳钱，这家伙仔听到phòng核检出境无法度转去日本，才随纳30万的罚款。防疫期间，居家检疫的人违规出入外口的情形一直咧发生。这评述表示，在罚的案件累计已经超过400件，其中有22件超过期限无纳钱防疫以上。所有的强力执法，爱违规的人负起纳钱的义务。记者综合报道。外籍移工若准入来台湾，就要先在家检疫14天。虽然讲会当领防疫补偿，不过有立委也讲，一寡中人甲头家会甲这条钱压掉咧，袂互外籍劳工，甚至佮甲因收一日2000块的隔离费用。另外，5月24的台北开斋节也确定讲要来停办。团商卖来自菲律宾的水果、日常用品，也无被记伫防疫期间加倍催暗，提供给需要移工。3月17开始，移工入境台湾需要伫厝检疫14天。也毋过立委洪成汉指出，一工1000的防疫补偿，资方甲中介无一定交予移工，甚至有中介要求移工爱家己负担一工2000的隔离住宿费用。这是直接在移工这个中介的脸书的页面上面看到，他其实是要移工负担1天2000元的这个隔离住宿费啦。劳动部长柯平春答应会加强管理，让移工了解自身的权益。有中介表示，隔离3天的费用一工1000，拢也无够，所以普通袂阁交予移工。我们现在算一算，你看1000块的住，然后你还要吃，大概要1500哎，所以雇主还没有开始。用到女佣就要付2万1耶，14天呐，不会到他们手里呀，因为一定是这边进来那边出去啦。或许我们要先垫，然后才申请进来啊。其实台北市劳动局就明定，资方袂当将检疫期间3天的费用为移工的薪水扣除，也袂当增加不明的扣款项目，那无可能会对资方违法，并且废止评估许可。防疫期间，北市观团局宣布，今年原定的5月20日举行的台北开斋节确定停办。因为我们开斋节举办以来，这几年每一次举办的现场，大概都会有上万名的这个民众参与。今年考量疫情的关系，停办1年。开斋节是穆斯林的传统节日，往年伫台湾的印尼籍移工会伫台北车站广场欢庆。观团局自2018年开始，该伫大安松林公园举行，人数规模过万。不过为了避免大规模的群聚，只会当取消。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听歌说分明。英国首相强森带入去加护病房已经是第4天啊。首相的第2位代理人，也就是财政大臣苏纳克，初八伫每日疫情记者会顶头讲，强森恢复甲真好。虽然讲英国的死亡人数一日就4938人，是疫情当中上介严重的一回。不过，因的感染人数却是大大伫咧降低啊。英国首相府初八每日的疫情记者会，由最近人气真旺的财政大臣苏纳克主持，也是首相指定的2号代理人。苏纳克每一摆出来都是发钱，这一摆也是同款，发的对象是照顾社会弱势公益慈善团体，金额有7亿5千万英镑。Those charities have never been more needed than they are now, and they've never faced such a sudden fall in their funding. So today I'm announcing £750 million of funding for the charity sector. 英国3月23为防疫全国进一段封锁，每3礼拜做一摆成效评估，决定是毋是应解封。不过初八当前死亡人数有938人，连续第2天创下单日新高。不过好消息是，新增加感染加断疫人数开始平稳。另外，若是天气较热，民众就无要听居家避疫令，就出去公园河边晒日头运动。当局才咧考虑周末这个搁偌济长假，是毋是要推出严厉防疫措施，亲像禁止赛车去较远的所在，加入发强制规定，一天仅能出门运动一摆。另外，伊原伫伦敦圣塔马斯病院加护病房，因为新冠病毒当前接受治疗的首相强生，苏纳克伫记者会上表示，强生的复原情形真好。已经用伫病床坐起来。记者综合报道。法国伫初八通报死亡病例有541人，虽然讲看起来有较湿落，不过法国政府也是搁再延长因的封锁令，一寡地方政府也强制民众出门拢爱挂水暗。另外，伫咧奥地利的维也纳，因的传统的观光马车却是无人客通好载，颠倒来替这附近民众送一寡食的物件来替防疫来斗分担。法国初八通报境内病医新增加541个武汉肺炎死亡病例，甲过去几啊天比起来有较减轻的趋势，累计死亡人数已经10869个人，有113000个确诊。
总统府表示，会第二届延长全国的封锁令，居家防疫的措施嘛会延长实施到4月15以后。Tous ensemble, nous avons freiné, nous freinons et nous freinerons encore cette pandémie meurtrière. Le ralentissement observé depuis quelques jours est lié à votre bon respect du confinement. Soyons donc forts et patients. 巴黎禁止伫咧透早10点到暗时7点之间出门来做户外活动。啊，毋过行路面顶3不5时会看到一寡人伫咧走标。目前中央政府也搁伫咧考虑，敢是要建议大家挂嘴炎来防疫。布里个部分地方政府率已经先开始，包括巴黎附近的小城、南部的坎城跟尼斯，拢宣布规定市民出门一定要强制挂嘴炎，而且嘛有分嘴炎予市民。Ça fait une semaine que je mets une écharpe devant mon nez parce que si je suis atteint du Covid-19 et qui n'est pas encore déclaré, ou connu ou identifié, je n'envoie pas mes postillons aux autres. C'est du bon sens. Et le maire a pris une excellente décision, il faut la continuer. Il faut que tous les maires fassent la même chose. 另外一个国家荷兰测试累积2248件的死亡病例，总确诊人数超过2万人。政府甲厝边场顶顶的场地改换做免路车检测站，扩大检疫的能量。Wij testen vandaag hier nagenoeg 100 mensen. En eigenlijk blijven we dat iedere dag zo doen, ook aankomend weekend. En die mensen, als er een test is afgenomen, dan duurt het 24 tot 48 uur. De testen die moeten via een lab en de labresultaten zijn dan met 48 uur over het algemeen beschikbaar. 奥地利的封城令还未放令，首都维也纳真有名观光马车无游客通坐，转来提供餐饮外送的服务。替附近踮伫厝内的老大人来送买回的食食，为民真甘心，就那像是回去中国世纪，嘛替防疫工作尽一份心力。记者综合报道。中国武汉伫初八解除封锁，中国官方也讲，这2日武汉无增加病例。不过，国际医学期刊《The Lancet》所有上新的研究认为，中国开始封港了后，人会来去去，有可能会逼出第2波疫情。湖北当日无新增确诊病例。无新增和现有疑似病例。中国武汉封城76天，伫4月初八解封。卫健委也公布资讯，指出初八这一天，湖北省无新增加确诊个案，疫情看起来管控真好。啊，不过国际期刊出个准刊出上新研究，指出中国进前的封城防疫，阻挡湖北以外第1波疫情。啊，不过目前也有境外输入风险。核出上早解除封关，搁放松及时监控，可能会致使第2波疫情发生。滞留武汉的北京人员，返京前7日内需进行核酸检测，检测结果为阴性的，可以购票；公路方式进京的，需持核酸检测证明。武汉解封有部分省份依然严格执行医学观察措施，尤其是今年5一连假有5天，40年来上长的假期，是不是应做好管控，成做关心的焦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伫初八政治局常规会指出，面对国际疫情甲世界经济形势，要做好准备。湖北甲武汉也要做好重症病例救治、经济社会发展的工作，要加大力度。要坚持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中加快推进生产生活秩序全面恢复，抓紧解决复工复产面临的困难和问题。要持续抓好首都疫情防控工作，各地要抓好无症状感染者精准防控。伫中国定调疫情较平稳了后，展开医疗物资出口，还佫分享抗疫经验甲研究，大动作进行防疫外交，是不是因为国际疫情走势带来重要影响，都要佫观察。记者综合报道。总统蔡英文初9去台南视察陆军炮兵营战备任务训练。这回操演上届野目的是由9位女性官兵所组成的自造炮班，展现巾帼不用求备的精神。另外，出访友邦担起军事交流任务的敦睦舰队，今仔是登到左营，蔡总统也到了现场，甲尊顶的官兵致意。4台 M110A2 自造炮快速刷新到9位了后，架头前的自造炮班是这届战备训练的上大重点。从炮手驾驶到弹药搬运兵，总共9个人拢是女性官兵。这项弹药步枪，一粒98公斤重的炮弹嘛可以袂倒。精准的炮操动作，和总统蔡英文视察陆军43炮兵指挥部的时阵，特别学到这寡女兵完全无输予男性。女性官士兵
面对高强度的操演以及98公斤重的炮弹，都能够面不改色扛起重任，投入了许多后备战力在防疫的工作，而同时国军应有的战训本务也没有丝毫的松懈。其实，在国军一般在太阳底下工作也是一样会晒到太阳，不会因为戴了口罩就有所减轻，也会有所增加。日头正炎，执行战备任务规过程虽然过条条，女性官兵无法艰苦，敢若为着达成保家卫国的目标，蔡总统嘛发加彩金，而且保证会照顾国军。伫咧疫情的这个时阵，国军家己去防疫作战，战备训练无拍折。针对国防部长外电发捌讲过，国军超过18万人，逐工敢若分配17000外的出入。基层官兵是讲一礼拜3个有够。口罩依照国防部的申请的机制来做申请，那我们按规定来佩戴。甲船顶的官兵会手第一，蔡总统早起嘛去做夜欢迎敦睦舰队一港，敦睦舰队第二路会出访各友邦进行军事交流。这届拄到疫情影响，敢若参访保留了后就提早回来。目前官兵身体拢无状况，啊毋过配合卫福部的要求，必须要留伫舰顶自主隔离才会当落船。记者综合报道。因为疫情的关系，行政院会伫今仔透早头摆用视讯开会。包括高雄市长韩国瑜、台南市长黄伟哲也拢亲身来使用，也因为视讯软体润有资讯安全的问题，行政院的治安处也已经通知公部机关拢爱全部禁用。一次我们用视讯连线，那大家现在都在线上吧？也在哈。好，大家好。行政长苏贞昌伫镜头前向大家拍招呼，确认拢会当看会到对方。找到行政院会头一摆使用视讯会议，因应疫情，大家伫电脑头前讨论，嘛因此是找到行政院开会的人，为75个人降做25个人。伫现场的每一个人嘛各1.5公尺。同时阵，行政院嘛透露讲，即届所使用的系统治安无问题。行政院从来没有采过 Zoom。那我们今天使用的是 Cisco 的系统，所以在这个我们也了解到，包括治安处也 review 过，那它在安全方面是没有疑虑的。那也为了确保视讯会议进行可以很安全，所以其实我们今天在进行视讯会议的时候，我们是透过政府的 GSN 专属的网路进行视讯会议的资料的传输。早起的视讯会议，6都代表高雄市长韩国瑜、跟台南市长黄伟哲拢亲身参加。这样子我觉得也不错啊，反正这要适应科技的发展啊。只不过那个时候，如果院长在骂人的话，那感觉就是好像隔了一层。唔那是行政院会，总统府嘛有准备，初八头一届甲会议改做是视讯会议。总统府演练分组分区办公的配套措施，除了专案报告，还有一定爱到场的人，其他的人拢伫办公室电脑头前开会。那我们现在就开始第172次服务会议。不宜变防疫，但是面对清明连假了后的防疫工作，苏贞昌形容这是第3波的挑战。所来5月初1的连假，更加是真重要。紧接下来5·1连续假期，我们并没有要取消。苏贞昌呼吁大家配合相关的防疫规范，伊个坚定希望个人会当有正常的生活，但是防疫袂当拍折。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的各行各业也拢受到疫情的影响。行政院在今仔日针对旅行业、旅馆业、甲导游等等的观光业者有说明纾困补助。若准营业额有达5成以上，而且员工减薪水无到2成，也无放无薪假者，政府会当补助业者甲员工每个月基本薪水2成，上悬到2万块。也针对着较大间的观光旅游业者甲旅行社，也有贷款甲补助通好运用。行政院采购针对观光产业的协助措施，举办纾困进行方案的说明记者会，强调政府伫咧第2波的观光产业纾困面顶，会增加薪水的补贴。若是营业额衰退5成以上，员工减薪水无到2成，而且无实施无薪假，就补助员工薪水的2成，上济2万块。条件呢，就是说业绩衰退5成以上啊，那么协助雇主力保8成薪，来到上限是2万元啊，可以连续补助3个月。所以整体来讲，我们的薪资补贴，还有所谓的人才培训的计划，是有照顾到20万人。因为考虑到疫情冲击到观光产业真严重，大型的旅行社以500团来做基数，补助上济2500万。针对中大型的观光旅游业者，上济当贷款5亿。
交通部他提出10亿当做这个信保的这个基金，那信保的基金的话可以有10倍保证嘛那大概它可以保证的这个贷款的额度呢就可以达到100亿那信保的成数呢，它可以保大概最低8成，最高是9成。政府嘛提供用租贷款甲利息补贴的纾困，针对旅行社、旅馆业还有观光旅游者，上济贷款3000万就转2000万；针对民俗业，上济贷款1000万就转600万。导游的纾困津贴，逐个月一个人1万，上济3个月。若是疫情指挥中心宣布酒店甲舞厅自今开始停业，业者的生活嘛受到冲击。现在伊强调讲，自今开始，政府的思考敢是要进行相关的补助。所有的国民都是我们必须照顾的对象我们会思考看看有什么样的如果因为造成这样失业，而且产生生活上的困难，我想政府是责无旁贷。现在强调讲观光产业甲薪水有关系补贴的部分，希望并伫咧4月中还是4月底小连续来发，希望讲会当减轻业者的营运负担，还有员工生活的压力。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防疫，真侪企业拢实行在家办公，亲像国内的电商平台露天拍卖，也实行一天在家办公试看卖。若准有通，一半员工就会当改做伫厝里上班。不过伫厝里办公，毋是各行各业拢会当实行的，甚至伫厝里上班，敢会出现讲上班的时间变搁较长的问题咧。感觉我们可以多找几个卖家一起合作，我们可以谈个什么5折之类的。网络实行会议远端开会交办工作，国内知名电商平台露天拍卖启动一日伫厝办公行动，所有员工无去公司，全部伫厝工作。只要网络的地方就可以开会，这样子我觉得工作可以更有效率。伫厝办公要安怎执行？前提就是只会当伫厝不准外出。第一步上班前先量体温，刷来登录线顶拍卡系统，同时汇报体温。尤其电商的工作形态，只要网络就会当工作，执行伫厝办公的难度较低。业者强调，唔惊员工冒灰，因为无看工作过程，只看绩效。工时是固定的，对，可是我们处理每一个案件的时效，原则上面它就是最终的数字会反映出来。原则上面是看待员工最终的完成的 KPI， 可以每周看，那我们也可以每天看，因为其实我们每天都有相关的数据报表。根据人力银行业者分析，伫厝上班并不是所有行业拢会当执行，就算是电商，也是有真侪问题需要克服，包括工作进度汇报加掌握、客户服务品质、业务推广量维持、甲员工生活参工作较无清楚，工时变相有长等问题。或主管会不会这个传讯或指派公务的这个时间，造成自己的生活跟下班，上下班跟生活的这个模糊化？随着疫情扩散，伫厝办公工作形态会哪来哪普遍，实行会议软硬体升级，网络治安等问题，拢会随着网络化伫厝办公慢慢来浮现。记者综合报道。教育部伫下晡有公布讲，数据自专统测甲各种会考的防疫措施，毋若考试专程爱挂喙罨，也无开放别人备考。教育部也表示讲，会提供喙罨予考试学生，而且是考试的时阵一天一地。各种会考有20万9千人报考，4期自专统测要超过10万人报名，避免可能群聚感染风险。教育部宣布，参加2个大型考试的考生加监视人员，拢全部爱挂喙罨。由教育部提供口罩给所有的考生，考试日每天1片，并且由学校或者是事务单位先行配发给考生。当考生进入考场以及试场时，应佩戴口罩。由政府来提拨所以我们并没有说有所谓的这个补领的这样的一个措施。由教育部提供告事先发给考生，现场无补领袂当进场。因讲是这个考到0分，毋过若是临时买其他形式的喙罨，专程闹挂就用入去考试。进入考场进前按量体温、管制动线，而且无开放备考。考生所在的不同的市场。然后我们会划分不同的家长等待的位置，然后同时有动线指引，以确保那个散场的时候不要全部都挤在校门口。若是到时阵有考生居家隔离或者是检疫当中，教育部要初步规划补考日期。4期自专统测是5月23到24，各种会考是5月30到31。所以他第2天如果已经确定被隔离了，请他不要来参加考试，但是在补考的时候，他可以去参加补考的第2天的考试。那因为这2套题本都是难易度相同的平行题本，所以对于他的考试权益是不会受到影响的。
教育部指出，大港甲指挥中心对名单确认深受考生隔离或者是检疫，目前还有13个国三生留伫中国，若是未赴参加原本的考试，也应参加后边的补考。记者综合报道。咱大家遐尼爱拍拼，就是为着要顾三顿。伫咧台北市有推出千人防疫就业方案，经过几日的报名甲面试了后，对今仔日开始也分派引去上班。另外，劳动部也推出安心即时上工计划，合作临时工的民众会当较稳定。伫咧云林县政府也提供470几个工课，后礼拜就会来实行。请假准备投入新的工课，台北市千人防疫就业方案。就连所有机关办理教育训练，让劳工赶紧熟手因工课的重点。那需要就是量测体温，然后就是对酒精手部这边做消毒这样子。之前是从事旅游业的，那因为我们也是因为防疫工作，所以说闲置在家，那就想说，抱着来参与的心态。陈先生本来伫咧旅行业做领队，因为疫情的冲击，生活受到影响。根据劳动局的统计，这个方案目前有1055个人申请，其中285个人通过面试，会当去上班。像以我们劳动局来讲，我们还有因为有一些申请无薪假的这些企业啦，或者是说申请大解的这些的程序，这些需要的行政人力呢，也都会投入。民众面试工作了后，会采用基本工资1点钟158块，上长做6个月，开放予户口伫咧台北市4个月以上失业的民众来申请。目前包括体育局、甲环保局等等的单位，拢也有课。咱若配合劳动部的安心即时上工计划云林县，目前嘛也有课，提供予非典型在职的人，1个月80点钟，上悬12640块的补贴。整体的计划按算会伫4月中来实施。咱有共同来盘点一寡就业机会，总共有473个。伫防疫期间，袂少行业的劳工拢受到冲击。中央甲地方政府小连续推出就业相关的计划，希望伫咧加强防疫的时阵，嘛会当提供劳工部分的收入甲补贴。记者综合报道。爬山若爱过暝，就爱住伫山里的山屋，亲像玉山的白云山庄，却因为疫情的关系，因也甲面层为减少，保持社交距离。另外，林务局所管的5位山屋，也甲申请者的人数减到1半。看到白云山庄的看板，和登玉山的山友真欢喜，因为会当休困充电，拄比体力搁继续攻顶。也毋过，这款的机会刷落来哪少，因为疫情的影响，白云山庄也爱照规定有大社交距离，原本116个床位，即马缩减成60个。我们住的时候，它是大通铺那一种，所以可能上下铺都是一层就5个人，其实这样住在一起也是。就是会近距离接触也是有危险性，人潮做一个管制，拉开在山屋里面所居住的间隔，我觉得山友应该好好的去配合。山友讲，白云山庄多数是用上下铺，感觉就像学生宿舍，人员接触较密集。即马为了保持社交距离，用1层1空位的方式之外，用餐的时间也分流。有关处表示，目前辖区的16处山屋床位减半，像白云山庄减为60个，其他像烟峰、路顶山屋拢控制伫10人左右。这几个月的一个登玉山的人数、申请人数比以往少，掉了大概3、4成左右那当然，我们现在是采所谓的一个管制层60位的住宿林务局也针对所管的5大山屋控管大的人数，其中灵高月岭天地山庄原本88个大数床位减1半，伫外口的诺亚区虽然空间较大，也毋过也是爱遵照尽管分流用餐、加社交距离规定。对于山庄所有的住宿空间呢，我们采取减半的一个申请模式。那利用这几个一个调配，来让我们这个疫情不至于可以扩大。南投林管处表示，当年秋冬是登山的大月，今年受到疫情影响，鼓励分流，5大山屋拢会以抽签的方式决定名额。若讲体温过悬，就会抗议落山，用餐也袂当坐过30人，避免感染风险。记者综合报道。伫咧高雄美浓的黄蝶水果，不时有尾野伫咧飞，想袂到伫初四竟然发生森林大火，而且这火一烧就烧3天。本地掠准是民众去陪望，却引起火灾。不过经过调查，却发现讲有可能是以人牙炮放火，警方也当咧追查。即马穿着桥仔烧顶冠衫的查甫人，为落地摕着赖打，弯着身，想要将涂骹的大树枝树叶弄做火，同齐点倒。看到放火成功，骑车离开，无偌久，涂骹就呛出一团火。和高雄美浓黄蝶翠果自4月初4开始烧3天啊。
差不多烧了0.2公顷。那我们之后要怎么复育？因为它这个竹子的话，它烧过以后它不会死，它还是会那个雨季来之后，它会再重新猛爆更新这样子。查某人放火了后，还阁当作无事人啊，登到火场的附近，男地真群看大火炭烧情形。因为火源真大，还阁出动空警直升机拍火，估计有0.2公顷的林地烧了了。也阁有这名放火查甫人意图不明，警方已经通知伊到案说明。一名男子骑乘摩托车，手持打火机，引燃路边的枯叶而引发火势。那经调阅监视器确认犯嫌的身份，本分局将依相关程序通知到案说明。黄蝶翠谷今年冬天拢有乌蝶飞来飞去出名，这场火造成的实际损失，林务局也来估计，表示调查结果确实是这名查甫人放的火，一定会提告，相关的损失也会提出要求赔偿。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屏东的小琉球，逐年拢有40-50万人去遐行打。县政府也委托专家调查海埔仔的生态状况，所发现讲，尤其接去海边仔耍，所造成生物减一半。县政府也希望甲地方沟通，设一个专门的路线来管制，通好保护生态资源。海平世界拢是人，啊，毋过水内底生物煞无济。中山大学海洋事务所研究团队用半年的时间记录小琉球海平的人潮甲生物密度的关系，发现2014年小琉球的观光人数达到40万人，了后才5年的时间，生物密度减8成。5年前少了80%。我们当然因为做这种科学调查，有可能会有采样误差，而且就是只有半年的时间，所以我们。觉得就算是把这个部分都考虑进去的话，至少也有少掉1半以上。毋但整体生物密度降低，学者嘛调查，伫咧政府所设的自然人文生态景观区的导览区内底，生物密度每平方公尺平均仅仅4.1只，区外所有6只至7.5只。看出来有人搭过所在，生物密度明显减少。学者根据2项观测结果，建议管护管理导览的做法。所以我们现在采用的方式就是以绳索拉出一个行走范围，那再搭配我们训练导览员，要跟导览员告知以导览员带这个游客行走的方式。民宿的主人迎合游客，对不对？他可能会做出一些比较有破坏性的一个举动这样那我们是希望透过用考证照的方式，让这个素质可以提升。目前景观区虽望实施寒天休养禁止日期，啊，毋过因为开放的期间人也是伤济，学者建议还阁减少，啊，毋过人要减到偌济，才会当互生物密度逐年成长，阁需要继续调查。普利阁大平湾管理处表示，因为疫情的关系，小琉球今年前面连假的旅游人潮已经减到应过的5成。学者认为讲人数减少，对海平的恢复会有一定的帮助。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南客家的湿地生态园区，因为较少人去遐行打，佮再加上暴旱有法度查封，伫遐有超过150种的鸟仔生态，其中内面乌面腊八就556只，有影是真热烈。规定的乌面腊八撩开过湿地，看起来真壮观。台南客家湿地生态园区，因为人为的干扰真少，鸟仔拢有通食，佮加上有暴花杂风，遮的生态有影真丰富。毋但有乌面腊八，也看到红喙海鸟，也有乌白海鸟和白灵丝等等上百种的鸟仔类。园区内底也有红树林、水笔啊、沙尾蟹和石贴啊等等。即阵也真做是学校进行生态教育的重要场所。今年客家湿地的海面披露呢，已经破早期的428只，今年已经达到556只，也是最高峰安尼啦吼。台南客家湿地生态园区，因为伫咧集水溪北边宝花内底的南地，有超过20公顷的面积，是林务局做休耕的农地正式补助所设的湿地生态园区。这几年正做乌面腊八过冬休困的所在，客家湿地生态园区也正做是台南地区乌面腊八第3多的所在。所以这里呢，每年都有记录到好多新的那个鸟类来到这边栖息。总共到目前为止呢，已经有记录到150多种的
一般鸟类。林务局2礼拜伫进行一摆乌面腊杯的普查，逐年差不多9月份左右，乌面腊杯就会来到台湾过冬，清明节过就会离开。民众若想要看鸟仔，会使来客家骑脚踏车，欣赏湿地的生态，搁来遮欣赏，互人记录做国际级保育鸟仔类的乌面腊杯。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全台湾大部分拢是好天，敢若东半部有阵雨，天气会湿湿的。明仔载天气要安怎注意？咱也做伙来看明仔载天气。北部地区对16度到29度，中部地区对17度到28度。南部地区对20度到30度，东部地区对18度到26度。咱来看外岛地区，对14度到25度。一个未来3天气象。今日最后也带恁去行行看看咧，也感谢恁收看今日的AM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